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6月30號星期二，咁嚟到一個所謂半年結啦。咁睇股市方面呢，港股真係都幾令人失望噶。喺星期一反彈咗一日之後呢，星期二又再跌過，全日跌咗145點，再次失去呢個23000水平啦。上半年累計呢跌咗2749點，講緊呢跌幅係1成。如果由1月高位計啦，其實已經跌幅達到1成9，接近2成，所謂一個技術性步入熊市啦。而更加諷刺嘅係除咗港股獨跌啦，其他成個亞太區市場，日本、南韓、台灣雖然中間都有好大波幅嘅，但係人哋咧都係屢次創出呢個歷史新高。日經平均指數咧已經去翻70000點呢啲大關啦，但係恒指咧相反而家就跌穿埋23000點。咁你見到咁樣嚟比較咧，幾年前大家都係喺30000點水平左右嘅啫，人哋已經上翻70000點啦。港股呢個獨跌效應啊，更加唔好講內地股市啦，上證指數都反彈。咁你見到咧，亦都唔可以賴晒呢個中國經濟疲弱。咁港股獨跌呢個現象咧，的確係幾令人失望噶。咁而更重要係所謂5窮6絕7翻身啊嘛，大家期望下係咪7月可以港股有個回升嘅跡象呢？但係而家睇，無論有啲所謂長期嘅技術指標，以至呢我哋見到美元呢開始有大行形容係一個痛苦交易嘅時間殺到啦。而呢個真正影響嘅係包括香港唔止加息，係成個資金流向，因為本來今年上半年呢市場最大共識都係聯儲局會減息㗎。咁但係而家呢，華爾街大行都開始討論一個完全相反嘅版本，係重新加息，甚至加息嘅時間同速度呢都比預期快㗎。其中美銀就預測呢，聯儲局最快9月會啟動呢個加息步伐，全年要加息3/4厘。而匯豐呢更加提出咗一個值得香港投資者咧高度警惕嘅觀點，就係形容呢個加息潮之下咧，美元會爆升，好可能係2026年下半年咧最大嘅一個痛苦交易。咁跟開呢個頻道呢個 channel 嘅朋友都知啦，美元對港股嘅所有資產咧都係息息相關噶，包括美息、美元、港元流動性、HIBOR、港元存款、樓宇按揭、股市。全部咧都係同一條喺資金鏈上高。如果下半年真係重新加入呢個加息週期咧，香港將面對嘅唔係單純一個利率嘅問題，而係一個資金重新嘅定價。咁但係講呢啲壞消息之前，不如先講下啲好消息啊！當然好消息就視乎你係邊一類型嘅投資者啦。我講緊嘅係呢個定期存款嘅利率。如果中意貪息一族啦、食息一族咧，其實最近都會留意到咧，呢個銀行重新加入呢個定期存款一個搶奪戰啦。呢個當然同呢個半年結扯高咗銀行同業拆息都有關係嘅。呢個隔夜息已經係連續4日上升，3.8厘樓上逼近4厘水平。一個月指標即係 H 按嘅銀行同業拆息咧，亦都維持逼近3厘嘅水平，2.9厘幾啦。咁都係近年嘅一個比較高嘅今年以嚟咧比較高嘅水平。咁而資金成本搶高之下咧，我哋見到大型銀行都開始咧係加入呢個搶奪呢個定期存款嘅搶奪戰啦。其中咧，發鈔銀行之一渣打咧係再次上調呢個港元定存年利率。網上開戶嘅新資金咧，6個月嘅定存由2.2厘咧升到2.4厘。如果肯存一年12個月咧，更加意外由2.2厘咧大幅上調到3.3厘。起存額咧，但係10000港紙。咁呢個咧都係大銀行嚟講咧，算係一個相當鬆手高息嘅一個水平。咁而小型銀行、中小銀行當然更加積極啦。其中以平安數字銀行為例，更加推出1年3.45厘呢個衝頂嘅息率，都係一個相當吸引嘅一個水平啦。咁其他譬如一啲細行啦，亦都陸續加入呢個所謂3厘定息嘅俱樂部，譬如富邦有3.1厘，象銀行有3.1厘，都係
突破咗3厘呢個水平。呢個反映咗，如果係大家中意揾啲高息存款嘅話呢，而家呢個時間鎖定一個譬如半年、1年期嘅高息存款呢，對自己未來個回報呢，可以話係都係一個相當吸引嘅水平。當然高息存款背後係有代價㗎，呢個代價呢，可能就由市場嘅其他人士去承受啦。特別係呢個聯儲局，匯豐提出呢，美元可能出現一個爆發性嘅上升呢，我自己認同呢，唔係一個危言聳聽啊，佢係出現咗2個催化嘅因素，一個係聯儲局比市場預期呢更加鷹派，另外就係地緣政治呢再次惡化。今年以嚟，市場一直開頭咧都係壓住會出現減息啦，因此大量嘅資金配置到亞洲新興市場同埋非美元嘅貨幣。咁但係而家咧，如果聯儲局突然掉頭加息咧，相信引發嗰個震盪拆倉潮咧，會係相當之震撼㗎。當呢個特朗普委任呢個Kevin Walsh 沃什啦出任呢個聯儲局主席嘅時候咧，大家最初憧憬咧特朗普屬意嘅人選，咪必然係會推動佢嘅減息行動咯。咁但係而家睇翻轉頭，似乎呢個即係一廂情願咧，都可以話係都有幾大嘅落差。特別係 Kevin Walsh 咧，似乎係更加着意咧，希望建立自己個人嘅聲望、個人嘅威信。咁變咗咧，佢可能會檢討嚟緊好多聯儲局前瞻指引啦，包括以及呢個聯儲局對呢個通脹嘅一啲指標。咁但係短期內咧，根據美銀嘅講法咧，9月起咧，其實係好大機會聯儲局就會啟動呢個加息嘅步伐，而且仲要係年內加息，可能係3次加幅咧，係達到3/4厘。咁呢個對成個無論係國債啦、股票啦、資金市場咧，都有好大嘅影響㗎。當然好多人會諗美國加息第一時間對香港嚟講影響嘅係樓價啦，但係其實第一個出事嘅往往係港元。我哋見到港元聯繫匯率咧已經跌至7.84，接近呢個弱方兌換水平7.85，只係差10幾點子啫。原因好簡單啦，因為美元嘅利率咧比起港元 HIBOR 而家高出大約1厘。呢個代表啲咩呢？全球資金可以借港元買美元，買美國嘅短債，幾乎係完全冇匯率風險，因為我哋係一個聯繫匯率嘅機制。呢個係一個典型嘅 carry trade，即係套息交易。一旦港匯觸及7.85呢，金融管理局就要按照聯繫匯率嘅機制承接港元沽出美元，結果將會係港元銀行體系嘅總結餘下跌。市場嘅港元流動性就會收緊，而呢個拆息就會進一步向上。因此，如果下半年美元真係轉強啦，香港首先面對嘅唔係樓價，而係流動性收緊。我哋見到其實 HIBOR 個趨勢今年以嚟而家都係逐步攀升啦，一個月拆息逼近3厘嘅水平。銀行體系總結餘咧，而家大約有540億嘅，比起之前最低嘅水平咧，大概多咗近90幾億，唔夠100億。當然，而家個 HIBOR 我哋冇見到係過去一啲話出現好急升嘅狀況，背後原因可能係包括港股成交疲弱啦，新股嘅孖展需求下降，更甚係呢個企業貸款需求咧仍然偏弱。換句話講咧，其實係本地對港元嘅需求不足，因此即使美國嘅美元嘅利率顯著上升咧，HIBOR 係未必會完全跟隨嘅。但係如果下半年出現幾件嘅事，包括港元觸及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持續要接錢啦，銀行體系結餘重新跌穿翻500億咧，HIBOR 就好容易推上啦3厘以上嘅水平。如果美國真係加息75點子，即係3/4厘咧，一個月嘅 HIBOR 升到3厘5咧，並非唔可能㗎。當然對好多人關心嘅係當 HIBOR 上升，金管局又要接錢，美國又加息啦，香港嘅最優惠利率 P 會唔會加呢？呢個相信係好多市民市場最關心嘅問題。我相信未必會係即時跟隨嘅。呢個我哋回顧翻過去幾年咧，每次聯儲局開始加息之後咧，
香港銀行都唔係第一時間加 P 噶。咁個原因我相信呢都係因為香港銀行好睇重嘅係資金成本，而唔係單單聯儲局本身嗰個貨幣政策。只要銀行體系結餘仍然有足夠嘅港元，只要香港嘅銀行存款，呢個係我哋香港啲財金官員經常強調噶嘛，仍然都係一個強勁嘅增長。銀行的確係冇迫切性呢即時調高最優惠利率㗎。過去亦都出現過啦，呢個美國加息4厘幾，香港嘅銀行呢個加息週期呢只係加咗0.875厘，兩者嘅差距呢可以多達3厘幾㗎。咁因此呢，好大機會，如果美國只係加息1次2次，香港銀行呢好大機會都係維持呢個 P 息不變，或者只係象徵式加0.125厘啊。呢個過去都出現過嘅，而所以我哋呢度見到呢，真正決定 P 呢個水平嘅，並唔係聯儲局，而係銀行體系嗰個總結餘嘅水平。如果下半年真係我哋見到頭先嗰幾個條件都引發啦，結果係銀行需要加 P 咧，呢個就大家需要擔心啦。因為而家因為有一個所謂 H 按嘅封頂利率啦，大概都係維持喺3.25厘。如果個 P 唔加咧，其實就算美國再加息啦，都唔會影響到大家嗰個供樓負擔嘅。咁但係萬一呢個 P 一加上去咧，大家嗰個封頂利率咧就會跟隨向上，呢個係會影響到咧大家每個月樓市嗰個供樓嗰個負擔。但係當然，如果加息1次2次，其實嗰個利率個水平要加嘅利息咧就唔會相當多嘅。咁但係真正令人擔心係幾個因素，除咗加息咧，而係開始市場都開始形成共識咧，下半年嘅樓價會開始放緩，更甚咧可能出現一個倒跌嘅狀況。呢個我早喺1個月前呢個中國出手嚴格收緊呢個資金違規資金流入香港嘅時候咧，已經提出咗我對今年樓市嘅觀點。上半年樓價已經累升咗5%啦，好多人好樂觀啦，估計全年可以升1成半。但係而家因為呢個內地呢個7月1號開始啦，即係嚟緊嘅星期3啦，呢個新嘅837國策監管呢個個人嘅資金流向咧，將會加辣啦。呢個對香港樓市咧會造成好大嘅心理負擔㗎。而我哋亦都見到咧，更多嘅大行，包括之前講過摩根大通，以至更多地產界人士咧，開始係對下半年嘅樓市咧係提出一啲比較審慎，甚至可能只係橫行，以至可能有一啲倒跌嘅狀況。呢個逐步咧，其實已經喺市場上個共識咧係開始形成。最後總結嚟講啦，當而家美銀、匯豐呢啲大型金融機構開始討論另一個版本啦，就係加息、美元轉強，同埋資金會回流翻去美國咧。如果呢個劇本真係成真嘅話咧，我哋香港要面對嘅就唔單係一個按揭利率上升，而係一連串嘅資金效應。港元轉弱、套息交易增加、金管局要接錢、銀行體系結餘下降、呢個拆息上升、定存利率再升，股市嘅估值就會受到壓力。所以而家真正要觀察嘅當然唔係話聯儲局係咪只係加息1次2次，而係意味住美國係咪正係進入一個更長、更高利率嘅加息週期。如果呢個答案大家評估過覺得係肯定嘅，咁香港下半年呢，最大嘅關鍵呢，就唔係單單講緊加息，而係資金呢會重新定價。呢個呢就可能會變成港股咧跟隨外圍升，我哋唔升；當外圍跌嘅時候，呢個科網泡沫真係出事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會跟隨下跌㗎。咁呢個咧會係對大家部署下半年點樣喺無論股市、樓市、成個資金市場咧，都係相當關鍵㗎。今集時間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中意我分享嘅內容。未訂嘅朋友可以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我哋聽日再會。